哦，有，可以。对，然后接下来又提到说，因为老师的创作带到比较多怎么去踏入台语的市场？对，这是第一 part。然后等于一开始在巨人唱片，其实带入了很多国语唱片的制作的思维，所以也给闽南语一些新的气象。那当时的一些想法是什么？对，然后又提到说到后来，因为老师有那个北京的事业，然后就是放弃了那边的，对，就是比较回归家庭的状态。那个价值观的转变是什么？对，主要生平的描述会是这样子。对，那第二个 part 就是粉丝的提问，然后粉丝提问就是在讲说可能怎么样写情歌啊，然后他好喜欢那个黄妃的《无关》跟曹雅文的《一段感情了后》，因为他觉得说这些情歌呢，它不是一些通俗的东西，它比较多是靠情绪去表达，然后它有一个完整的故事。对，那老师是有经历这样的事情吗？还是说是朋友讲的故事，或者是看书啊之类的？就是想要跟老师讨教这种东西。好，没问题。